多谢新杰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，国民党中常会昨通过吴敦义是党主席，本来按算要代理主席的立委詹明忠，因为伊毋是中常委，敢来当代理秘书长，因为安尼詹明忠会知影有上新的规定。蔡总统虽然大胜，但是他这样的接受采访，我要问问你看，他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？他接受这样的正式的采访，我要问问蔡总统，虽然你是大胜，但是请问您，你是哪个国家的总统？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？这样的说法有没有违宪？恐怕蔡总统，你要跟全民讲清楚、说明白。宪法还没有修正之前，国号正式的国号是中华民国，俗称可以俗称。你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接受采访，你一再宣称是中华民国台湾，我们呼吁蔡总统，你必须跟全民讲清楚、说明白。你真的想改国号，你就修宪。你就修宪，谢谢。委员，昨天那个推代理主席的时候，本来主席是署一名了，也在公文上签了，为什么会最后变离了一个？因为我们后来发现，既然我们的党章规定不清楚，就回到人民团体法。那我不是中常委，就像一家公司一样，董事长缺位，要先由常董来代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考虑到它的适法性，不会后续的相关写入工作由秘书长来处理，也达到原来的预期的效果。所以真的有致电柯总召吗？绝对没有，那是我们有一位中常委有致电咨询他过去以总召身份代理的实务。但是不是因为柯总召的意见，我们做相关的变更？我也很清楚，我当过金管会主委，我们怎么会不晓得像公司由谁来代理？我比柯总召还清楚。所以李学章当场打电话就你知道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坐在台上，他在台下。不过也谢谢柯总召给予李学章中常委的意见。因为整个状况我们很清楚，掌握的很清楚。那李学章中常委他的好意，因为他要发言嘛，他发言的时候，他希望搞清楚状况再来发言，这是他个人的行为，我们尊重。但是中国国民党，我们很清楚，我当过金管会主委，对公司法、对证交法的规定，本人很清楚。我相信我比柯总召还清楚。因为林荣德还身兼台企联的这个顾问，会不会担心又被？因为他是他过去的在中国大陆台商的身份。那我要跟各位报告，因为他只是代理到3月7号，那所有选务昨天也有决议，由代理秘书长全权处理，我们2个会配合好，会把国民党把它稳下来。国民党面临重大的挫败，没有悲观的权利，尤其是为了中华民国政党政治的发行，为了中华民国政党政治的实施跟未来的发展，